講到這中聯的油出問題，到單也未收煞。高雄市長當期賣着批評中聯罪不可赦，啊，那這款的廠商就應該互倒。另外，大同的5月就知影，這中聯的油本片比超標，卻攏無通報。台南市長黃偉哲今仔表示，大同設佇台南的油品部門，唔是管這的油。啊，那台中市長盧秀燕強調，大同的總部就佇咧台南有通報記錄。在那亞議員去到台北地檢署市零申告，指控大同公司是暗崁無通報，董事長吳明昌是涉嫌瀆職。中聯問題油的事件國小，大同公司紅標出第5月時陣，就發現中聯油脂311油做的粗加工油本片比超標7倍，所以無法向所在地台南市衛生局來通報。請問你們的那個狀況是？我們油品事業部經營的項目就是加油站業務啊，希望他們其他的縣市政府不要把馮金當馬良。不要把汽油當食用油。整個台糖總公司登記設置在台南。台中市政府強調，憲法第3條食品的定義是包括產品和伊的原料，所以大同嘛有通報的責任。嘛針對大同的頂油商中聯和服務各重罰300萬。另外，大同的上游精煉和製造是集中在高雄小港的製油工廠，雖然這嘛是小到南部。4月員工就知道，2級的食品製造商。在歐盟，他們就曾經討論過，這種公司應該要讓它倒閉。地方是依法應該要定期去做抽驗下架，因此呢，對盧秀燕市長來說，更重要的是應該要清楚的說明，台中到底是不是8年來從來沒有驗過油。問題又應該向來把關，根據上述的規範，油脂的製造加工調配業者有辦理工廠的登記，而且資本額有到3000萬以上，每半年還是每批至少要檢驗1擺。若憲法第41條，以下市關的主管機關會當進入製造加工的現場抽樣檢驗。中央政府嘛，照憲法第41條第2項，在必要的時陣，趕快嘛會當做相關措施，但攏無明文規定地方和中央抽查的頻率，和什麼狀況之下需要抽檢。如果說在白土脫色的過程中，再加入少量的活性炭，可以讓 VAP 被脫除到90%，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步驟，可以去除大部分的 VP。咁應該建立有效來降低本片比濃度的燃油 SOP， 或者認為講制定中變數真大，大家業者的做法是真歹統一、真歹標準化。不過建議應該訂定燃油倒頭算的第2步，脫色了後本片比的上限，而且在上尾1步脫槽遵循固定條件，才當甲本片比控制在規定所帶的範圍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